如果誤解呢一段聖經咧，所以咧就我哋即係用呢個字唔知適唔適當，就變咗好多邪教啦。話嗱，耶穌講得好清楚㗎所以咧兄弟姊妹、父母、妻子、兒女，大家要彼此反對，因為耶穌話咧咁樣咧先至使到咧我哋能夠咧跟隨佢、認識佢。耶穌要講嘅就係話，當我哋為真理正義作證嘅時候，唔好因為人嘅關係而使到我哋窒息咗天主為我哋帶嚟天國嘅喜訊，而唔係要喺家庭之中，喺我哋彼此之間嗰種嘅分裂。所以要完全詮釋今日嘅福音呢，第一篇讀經依撒意亞先知書講得最清楚，就係我哋要停止作業，學習行事，尋求正義，呢個先係天主所喜悅，其他嘅一切呢，都會成為我哋嘅絆腳石。